Smile 嘅激光矯正手術喺香港預約難排期又少，有冇啲又快又輕鬆嘅就醫通道啊？唔使擔心喎，北上就醫已經成為一個新嘅趨勢嚟㗎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喺深圳啦、廣州多家眼科醫院咧，已經幫我哋香港嘅朋友開通專門嘅綠色通道啦。今時今日，我哋無需再等待啦。以深圳為例啦，我哋從中環出發，乘坐港鐵嘅東鐵線啦，嚟到金鐘呢一度，搭到去羅湖口岸。咁無縫咧連接我哋嘅深圳地鐵1號線，咁搭到去國貿 B 出口，就可以見到深圳普瑞星耀眼科啦。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呢，係港資背景嘅上市眼科集團嚟㗎。咁2025年呢，已經成立咗20週年嘅歷史啦。一齊嚟睇下呢間醫院幾咁靚，仲可以揾到全球知名嘅眼科專家劉全教授。佢嘅 Smile 激光手術咧已經突破咗10萬加㗎啦。咁呢度仲有林清雄院長啦、蕭慈主任等等嘅眼科名家坐鎮㗎喎。嗱，各位，今次 Lisa 咧已經揾大家咧親自探路啦，無論從交通啦到服務啦，都係全程體驗滿分㗎，冇需要再喺香港排期等待啦。北上就醫啦，係大家一個新嘅一個選擇嚟㗎，又高效啦，同時亦都要享受到全球接軌嘅醫療服務㗎。有需要快速咧矯正視力，重獲清晰嘅視力世界嘅朋友，北上就醫非常值得你選擇。